乡村法律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我是米农阿敏。今日来到的庙里嘅师傅，师傅吼叫名叫做师傅啦。对海鲜算过来有头傅、二傅、三傅，再多一只师傅。不过云林嘛有一个师傅，所以也袂就改名叫做师傅，西片的西。大家有看到也得按太大个油的冇？那个地方的天山吼就会油的啦，因为那个海风吹过来啊，个温度个适合，天气又过好，种出来个油的吼又香又甜。今日嘛有联络一个油的农场，然后去体验摘油的，今大家就停下来看下先。大姐，安总，然后来买粥点，中个嘛，然后一个培根蛋饼，再一份煎饺。我只要先带着。我带这样。我做嘛噻？哎呀，今日要去炸油味啊，要吃饱一些。吃较饱的哦。哎呀，啊，也个电子呢，你拢会想到用茶叶来买粥点嘛？一定啊都要骗，设计了买有卖30人的。买粥点买30人呢？都媳妇买30人。30人无水饱诶。真的30人也无水饱，我4点人不出来。你呀，上海有的锅炉的粥色啦，四太茶叫做有安做，叫做他做的有什么啦？所以主要的人客拢係安尼粥色人嘛。对。那30人呢，唔拢係用茶叶来买哦。冇。我前面有嘛房家边都分社会上课，分总会带下，都攞做嘢。买一本好送的啦。买一本好送的，你啊30年来好送的越来越少。讲无好送的时阵就专用茶叶来买的。对。所以讲。我只要前面买有10多年。所以是人家嘅转片用的，安尼天伦的转片啦吼。对。哦。大姐，我嘅做成唔是本来推的存餐具。哦，啊环保哈。嘿，够环保。呀呀，好嘞。睇佢呀，就4架路哈。好。安尼多少錢？65。哇，按收哦。哎，我找錢咯，我冇拿錢呢。哎，我的找錢。有錢呢。好，大姐，剛才去做事哦。好。忙喺度啊。好。過橋我帶你來。好，拜拜。我還上來了。好啊，好啊，我拿來請。嘉龍哥。哦，哎，阿敏。還有做乜嘢啊？聽見一位啊。哦，剛講誒。一個杯哈，好，一個正面，一個反面，這個耳朵上面，好嘛？哎，用鍵冇跌下去。還做得咁嫩哦。嘿，你睇反過來看見，好，這樣可以哈。你睇按用鍵給我跌下去。哦。看到嗎？哎，你試看啦。好，剛才試看啦。哎，這條應該會跌下來。會跌下來嗎？冇。冇試看啦，因為佢跟冇順啊。哎，會嗎？你看。哦，跌下來。你看就跌下會跌下來。因為佢嘅看冇見哈。用樹葬嘛，做陣我講用樹葬哈，因為我就也係有機嘅製作嘛，用嘢共同做，所以我也就暫時用夾嘅夾較多。哦，下本依共傻傻啊樹。係，要不咬你唔好吃看啦，你要打。會咬你，咬不咬吃看啦？
你看啦呀，你看哦，有啊真实轨道，就代表真实哎呀我讲我撒油给你，然后刚手松了。嘿嘿，因为啊有机园区西湖乡的话，永通村也到係免疫青态的。西湖的以為係4大產區其中一個有台南的麻豆嘛，雲林的豆柳，花蓮的鶴岡。西湖的以為較少人知啦，不過佢伊有名伊好食咯，因為佢係靠海順差不多8公里到10公里，就是說佢甲海風會傳入來嘛，然後佢有鈉。風地會帶有鈉。對對，會有鹽分，加以為就較好食。然後人家到的西湖，可以把海順較唔會落去。所以有會講意啊。講意啊，人哋喺前面一張嘢係落去啊，以為都唔會甜嘛。像人哋以為摘好了，不用一禮拜讓做得食。讓做得食。佢要持水啊，不用搞一禮拜，用電風扇吹吧，佢差唔多1禮拜佢都持水。禮拜嗰種嘅甜度會加涼度。你知道有幾個皮做嘛按正啲嘛？加個油包較粗啊，你買嗰種嘅用化學皮料、化學嘅製材做嘅，加個油包冇按粗。撒油嘅油包會夠細。嘿，我冇買油包，因為它為了要保護自己嘛，所以它就會產生油包，保護它自己的表皮。唔講用油會較好食咯。有幾個管理嘅法，從冇空用嘅法，其實會種下，我就自家會做酵素嘛。喺冇買睇咧，我會切啦，用黑糖、水個果肉、無糖葉、果肉酸，然後用切啦，泡到痛嘅烘，然後我們清杯後反饋到果園了。貴到奶烘。嘿，也係咪流行嘅低碳嘛？那有機農業佢本來都會有點碳權，就是說它不用化學肥料，它不用殺蟲劑，所以它的生態跟循環會做為保護。人家來條樹軌道。係啊，人家到一下來摘以為，我講用樹摘嘅，人家看人以為，人用樹摘嘅話要注意嘛，以為點嘛？唔知按樣硬來下來嘅話，佢會有50以內。像按摘以為輕強碰撞嘛，也按樣嫩，你看啦，好，按樣好，嘿，按樣，做唔得kimchi都有5個樹葉，你看啦，按樣先透嫩，透嫩。然後係一頭方凹凸，你看，我看很容易。按照你講，好，係嘛，冇得用剪的呀，好。難怪我設計嘅剪刀。要用剪的，你知道葉你看，葉你都用剪的剪好誒，你看，正反面我看一下，喂嘛，好，按不要踢奶就好誒，按就好，按樣這樣，你看按樣拿一輪就這樣。像一粒係買唔得啦，一粒細粒像細粒買唔得。像按細粒買唔得咯？買唔得，我就要做慢啲嘛，我要做酵素啊。用嚟當選買嘅定選太嘅？清好嘅果係無機果，都450到500。450到500。500到550係頂級果就差嘅。油包嘅皮薄嘛，就係嗌加上嗌去老闆買油嘅。係啊。嗌用嚟偷工啊，一粒果甜，一粒。看一師傅啦，看一師傅鹽，然後一個洗。北油嘅嘛有訣竅啊。徒手。徒手。像我一下做唔得食啦，我當苦啊。哇，好香哦。當香哦。一皮剥開來嘅油嘅香嘅味全部走出來。一煎油當到。你喺剝開來，佢一個鹹嘅開，有鹽咩法都好食，像一樣嘅，你試看啦。有甜嗎？有甜嘅。酸甜。一粒就個有甜。酸甘甜。呀，你唔要同啊一籠嘅摘好來哦。即刻可以摘下一籠啊。係啊，那試嚟聽聽咧。剛才等下有走就帶兩隻鬼是嗎？做陣我其實我就講應該要摘8個籠哦。你竟然會摘8個籠？冇啦，一個團隊。一個團隊做8個籠。8個籠哈。好，我等下會帶兩隻鬼去哦。好，冇問題。人家到也好來洗油嘅，一起打扮一下。人家油嘅也係買皮當粗咪哈，有灰塵，然後用一個洗膏機同佢洗槍來。唔是用水哦？要做唔得用水啊哈，哎呀，緊轉個精油我試出來，如果變到較緊，然後唔會影響嘅風味。按樣嚟做？也必須要打開來。人家必滾下去。
一粒一粒的慢慢的变下去，嘿嘿，比如滚到后背，叫我跌下去，细号叫我跌下去，係嘛？從細就開始種油的啊。我原來都上海轉來5、6年咧，我以前係翕相嘅。啊，咁我想到我過來種油的咯。原因太都冇辦法啦，讓我轉行啊。啊，也幾有夠強順啊，也幾怕鬼開呢。沒有，也個寫做起來較踏實啊，比翕相踏實誒。都有成塊的感覺。係呐。係阿明看下兩個碟皮嘅，細個同冇細個都差到難看下。差幾多？也幾表皮個強用呢，也幾粗糙。係，佢喺細個叫我精油，叫我用旋轉個精油嚟鋪到上面後，金溜啊較油，好都差。公仔啊，希望。係。嘉龍哥，剛剛你見過種乜嘅啊？也來本結都係本油嘅大細，也有1到10結，也就我本結咧5結到6結。總共分1到10結，剛剛你愛5結同6結咧。係，輕厚式嘅重量，加底度嘅模型哦，冇人吃哪看啦，第二次結本哦。所以人哋就6級。係啊，6級人都標。6級就好嘅，係我當上嘅嗬，然後你再講拿，係。5級好嘅，嘛對不對？誒，也很聰明哦。係啊，也很農業當聰明啊。誒，你都係用本結。5級嘛。哦，咁種嗰種鬼好呢，人哋應青菜拿攏5級6級。我們最喜歡聽到5級啊，5級都係有錢啊。哦，5級。哦。6級。哎，你知就安樣，安樣來長相哈。哦。有獎嘛？哇。種下7個7個7個8個。大家上蛋糕有乜嘅啊？你看，我哋當注重生態，我哋同一生態嘅圖種下做落，我哋想嘅吼，像一個，哎呦，你有讀到，長到。拍誰？那怎麼會有那麼大顆的柚子？16級。你看呀，有信天牛、獨角仙、蝴蝶、蜻蜓，然後螞蟻呀、蜂蜜，種下都要油喺上面，而且當流行做嗰種低碳嘅嘛。所以我們就要把生態屯各種的環保的概念帶給那個我們的客人啊，民學式的較安全。剛才帶過一屯美濃的鄉親跟我分享。好，安子生。好，謝謝嘉龍哥。好。後擺就聽人講啊，師傅也個地方有個幾出名，拄好有嚟到也未，就特別聽嘉龍哥。帶我去體驗摘油的、食油的，聽伊個介紹，我當地喺片的自然生態啊，還有各靠海嘅海風吹過來，攏對油的有幾大幫助。嘉龍哥頭擺後係聽我嘅做事，伊係做時尚的，同油的完全冇關係。伊係感覺到人家是個大嘅，想去過到路卡，唔想去走很辛苦的條路。伊同我講，種油的夠簡單，唔是圖乜嘅頭腦，係上好完全唔係安尼啦。油的個酵素啊，伊個精油啊，底部有乜個成分，按樣嚟種，喺度弄去研究啊，弄去個口頭腦嘅東西。所以我想哦，不管乜個條路好快，伊攏有專業嘅地方，咁樣體驗種係有個新嘅感覺。以後不管係從事乜個事情，係攏會好多進來，唔係講話嚟個夠簡單，嚟個夠困難。一下日頭天天落山呢，就體驗về吹風，看日頭落山。